好，各位大家好啊！咁去到的新 Biology 2024年第9題嘅分享啦。咁第9題嘅分享呢，其實咧呢條題目呢，望落去呢，其實落到去冇乜特別嘅，講真係冇乜特別嘅。但係當中入邊呢，當佢去睇翻呢條題目嗰時候呢，係問緊一啲科學探究同埋數據分析題嘅做法嘅。所以其實你問翻我呢，其實呢同學仔嗰個嘅表現呢，其實都滿意嘅。OK，冇乜特別嘅。OK，咁啊當中入邊咧佢就顯示咗一樣嘢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顯示咗嗰個嘅保衛細胞啦，個 guard cell 啦。OK，咁啊當中入邊佢就話咧激素 X 咧就係植物嘅激素啦。咁喺一個冇水嘅情況之下咧，植物 P 咧就會產生激素 X 出嚟。咁落到咧。咁有幾個同學仔咧就揀咗 P 嗰批樹葉出嚟，喺個顯微鏡下邊，呢個咪應變項啦。觀察個下表皮，睇睇個情況啦。咁一塊葉就係落水，一塊葉咧就係落10個 μm 嘅激素 X。咁我觀察到啲咩咧？咁好明顯，如果落10個 μm 嘅激素 X 咧，個氣孔咧就會縮細咗。咁就問翻你，激素 X 對抗旱性有咩重要性喎？咁啊，抗旱性嘅意思即係嗰笪地方其實落到去好容易失水啦。咁如果放多啲激素 X 嘅話，咁落到好明顯氣孔就會收細咗啦。咁氣孔收細咗嘅話，咁咪減少精神作用失水咯。減少精神作用失水嘅話，咁我就能夠喺水分不足嘅情況之下就能夠存活到啦。所以咧2分入邊攞1.1分，咁基本上個個都達到縮細㗎啦。但係個問題咧，好多同學咧見到嗰個情況咧，就可能係答漏咗精神作用啦，又答漏咗嬲尾嗰句，記住佢減少咗嘅失水，咁落到喺嗰個地方入邊，存活率就會增加。咁樣去理解成件事啦。咁呢個咧就係 A part 入邊嘅分享。咁跟住咧去到 B part 入邊咧，其實 B part 入邊咧就開始搞埋啲複雜嘢出嚟嘅。OK，咁啊當中入邊佢就話。P 有唔同物種 ，P 有 A 物種同埋 B 物種啦。OK，咁啊當中入邊佢又想睇下一樣嘢，佢哋產生唔同嘅激素嘅量咧。咁我就想睇睇究竟佢嗰個鮮質量2週之後咧個葉子嘅鮮質量喺唔同品種入邊，佢哋嗰個抗旱嗰個情況嘅。咁啊當中入邊其實如果用翻實驗題嘅話，個理解個層面嘅話，咁咪呢個咪自變項咯。喺唔同物種嘅情況之下，唔可以做實驗有2個自變項㗎嘛。咁啊當中揀咗 A 物種嘅情況之下，再有一個變項作為自變項。A 物種喺乾旱同埋對照嘅情況之下，睇睇嗰個葉嘅鮮質量，呢個咪就係應變項啦。咁點解揀鮮質量啊？過去歷屆試題教咗一樣嘢，就係可以持續量度。咁啊當中入邊，首先第一樣嘢，佢係差唔多嘅。OK， 個鮮質量。即係冇乜水分流失啦。記住，佢跌咗0.02，我哋當冇物嘅。但係喺 B 物種入邊，喺乾旱同埋對照嘅情況之下，跌咗好多。所以問翻你一樣嘢，就係 A 定 B 產生較多 X，梗係補水嗰個少啲散失水分嗰個啦。咁啊，梗係 A 啦。個原因 B 失水量大過 A。OK，B 失水量大過 A 喺個鮮質量，呢個係個 data 入邊我哋見到嘅嘢。見到呢個情況嘅話，咁即係簡單嚟講，佢放拖咗激素 X，refer 翻 A 題入邊嗰個嘅理解嘅層面，而去到最後 A 嘅氣孔就會收細，減少翻嗰個嘅水分嘅流失，而個存活率就會增加。所以當中入邊呢條題目咧，就真係相對嚟講係易嘅，但係可能對於一般即係嗰個嘅睇 data 嗰個嘅技巧咧，同學你真係要有所提升嘅，因為其實呢幾年出題嘅形式係真係搞到咁複雜嘅，所以當中入邊咧，希望的生物 biology 入邊今日嘅分享入邊可以幫到大家手咧，去理解呢一種嘅層面睇 data 入邊，原來自變項、應變項咁落到去喺嗰個層面入邊，我當 A 嗰個物種控制變項一樣咗嘅情況之下，跟住落到去就自變項。但係如果一開頭嘅話咧，就我想睇 A 物種同 B 物種嘛。OK， 但係個問題分完再細分，跟住再睇，所以咧其實咧越出題目越畫個表咧就越複雜。所以希望的生 biology 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嘅手，提升翻你作答嘅分析能力啦。
咁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嘅話呢，拍片好辛苦㗎，所以大家呢就可以點個讚啦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有需要嘅同學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啦，拜拜。